上人，这个魔头诡计多端，你可要小心。这几套小戏法我还能应付。来，不管你看见什么，都不要出这个圈。这位想必就是太乙上人，请坐。有些事情我正要请教上人。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的说吧。上人，你是个修道的人，就应该与世无争。你为什么苦苦的和我作对呢？你仗着你那点邪术妖法，把那群孤魂野鬼拉在阴阳界的中间，他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那依你之见，立刻把那群孤魂野鬼放掉，你自己到冥王殿前请罪。或许冥王念你修炼千年很不容易，会法外施恩，从轻处分。哈哈哈哈哈！笑话！阎王算什么东西？他管得了我？将我阴阳法王带着我属下的子民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，过得多快乐！他们要是到了阴间，少不了油锅豆腐之刑。他们要是生前积善得福，也许能上天堂。上了天堂，那么多的天条戒律要守，那就更苦了。所以我奉劝上人，少管我阴阳界的闲事，我也不会难为你。住口！你主人轮回，天理难容，这是正事儿，我一定要管。那就不必再谈下去了。少年，他们是肉身，不能用法器伤害他们的性命。知道了。别追！别过来！黑眼睛！我的眼睛！